在就是雨神了。Hello。翻到嚟最後一 part 啦，真係有啲唔捨得，啲觀眾企晒喺度，評審企晒喺度。好啦，喺呢度想講少少嘢，好多謝參加咗中年好聲音3嘅每一位參賽者，你哋係我哋好重要嘅一塊拼圖 ，thank you。亦都要多謝黃龍德會計師事務所今晚同我哋監督同埋核實我哋嘅分數，其實好難核實啊！呢次真係好緊張啊！好啦，當然啦。多謝一路以嚟支持《中年好聲音3》所有嚟過評審席嘅每一位評審，特別鳴謝我嘅常駐評審，同我打拼咗9個幾10個月 ，thank you 阿媽，周國峰老師 ，Tim Sir， 可以 thank you， 仲有今晚特別駕臨我哋加持我哋嘅 Charles，thank you， 朱茵哥哥同埋莎莉姐姐，大力掌聲唔該。頭先 Tim Sir 講啊，《中年好聲音3》係咪好好睇啊？我哋有好多令人好難忘嘅舞台，除咗佢哋做得好好 ，Donald and a big band，give them a big hand please， 多謝佢哋。由舊年6月招募海選，到而家行到今日嘅啟德，除咗台上面大家見到嘅人，我哋幕後有好多功臣。我嘅幕後團隊，所有單位嘅兄弟姊妹，多謝你，衷心感謝。大家都好緊張啊，不如嚟咯喎，好嘛？首先溫習下佢哋快歌嘅分數先，睇睇。劉洋96分，黃渤95分，張雨晨95分。好啦。咁啊記得喎，我哋有個誰是冠軍嗰個投票咧，你見到啲分咬到咁緊，就知道你哋嗰個投票都真係可能影響賽果㗎。冧埋上去又點睇啊？劉洋114分，黃渤115分，張雨晨114分。未住，喂，咁啊爭1分，唉，咁啊冧埋嗰個決勝慢歌落去，睇睇。劉洋208分，黃渤272分，張雨晨209分，即係話黃渤係中年好聲音3嘅冠軍，亞軍張雨晨，季軍劉洋，恭喜晒！哇，真係好啦！我哋而家咧即刻進行頒獎嘅儀式啦。我哋有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商務營運總經理蕭世和先生，聯同我哋舊年嘅季軍顏偉高先生上嚟頒發獎座同埋現金支票3萬蚊俾劉洋。恭喜晒劉洋！佢次次飛嚟飛去，終於得到季軍，大力啲掌聲俾好唔好啊？好，跟住落嚟，我有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節目內容營運總經理曾志偉先生，由輝智陪同一齊出嚟頒發俾亞軍張雨晨，獎座同埋現金支票5萬蚊。恭喜晒雨晨！影返幅相先，恭喜晒！最後咧，我哋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女士 JP 同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董事局行政主席許圖先生，加埋我哋舊年嘅冠軍古卓文先生上嚟頒發獎座同埋10萬蚊嘅支票俾黃博。好啦，阿博，你上前啦，嚟啦嚟啦，俾啲掌聲冠軍好唔好啊？好，多謝局長，多謝主席。好啦，仲有10萬蚊支票啊！耶！點啊，幅相先。好啦，阿博，你可以講下感想，你講下你嘅感想。我好想多謝中年好聲音呢個節目，俾咗我一個重新追夢嘅機會，可以揾翻我曾經嘅夢想，揾翻自信，揾翻我嘅堅持同埋勇氣。而且多謝每一位觀眾，多謝每一位鼓勵我嘅人，多謝每一位戰友，多謝每一位台前幕後嘅每一位。多謝大家，感激每一位評審，多謝，恭喜阿博！多謝大家，多謝大家。中年好聲音3圓滿落幕，但係我哋每一個都希望中年好聲音嗰種不放棄、勇敢前行嘅精神留喺觀眾嘅心目中，鼓勵大家。曾生，其實好多人問我有冇中四，究竟中四幾時嚟咁樣？首先好多謝各位咁支持我哋中3啦，咁但係的確大家上下都好辛苦嘅。中4馬上就會嚟啦，但係要俾個時間佢哋休息下，所以原本諗住咧今晚就報名啦，而家改為聽日8點鐘就開始報名啦。聽朝就係啦，中4啊，嚟啦！耶！大家會唔會繼續支持中年好聲音啊？耶！多謝大家。好，我哋將呢個時間交俾我哋嘅冠軍人馬黃博，再演繹佢嘅必殺歌。